咱继续来关心立法院今仔是继续审议司法院的人事动议权案。在野党是这支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。过去嘛是废死人民的执行委员，有民众党的立委就讲要安排伊甲受害者的家属见面。廖福德是表示讲有机会，伊当然愿意。未参与政党党务之决定，同时我个人也并非任何政党的党员。这个上台先对外解说，立法院12日继续审议司法院人事案，其中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，捌担任中天铁照案鉴定人，也阁是现任民进党中财委员会主委，和在野党质疑政治立场真明显。鉴定人仅能提供意见供参考，并无资格及权力决定个案。有关我担任民主进步党仲裁委员相关事宜为无己职，并应以独立超然之立场执行任务。针对进前死刑释宪案的结果，进前廖福德有废死联盟执行委员的身份，南北两党轮流上阵，要求廖福德爱说明立场，说服民众。新竹轮胎行的纵火夺走了8条人命，你有看到被害者家属的哭求吗？他呼吁大法官们不要废死。我们应该有2部分处理，第一个，我们应该处罚加害者。特别是严重的犯罪，好，那目前为止处罚加害者是从判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啊！大家希望从你嘴巴里面听到什么是情节最重。故意杀人是可以处死刑的，但是要根据个别个案的情状，由法官来斟酌。所以就这2个案子，你认为都还不够严重就对了。如果我来安排受害者的家属，是你好好坐下来面对面，倾听他们的声音，帮他们解决问题。解除他们的苦痛，你愿意吗？是我当然愿意。国民党团进前就表示会严格管控人事案，立委齐卡心阁压出廖福德伊的名下的土地，好亲像有做好非法洗车场，本身是有犯法的。不断的去澄清，拆不掉就是拆不掉。我这1个月每天都去停车，每天都去洗车，留下来的记录。陈情函怎么写的？他说，因为这边的这个拥有这块土地的人后台很硬，因为他是民进党不分区提名委员会的委员廖福特。我是不是在之后我来稍微之后让这些业者去做违法的事情，鱼肉乡民？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大法官呢？廖福德表示，详情爱阁去了解。立法院24日就要进行大法官人事动议权案的投票，到时阵调查恐惊会阁有轮流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